受到锋面含西南气流的影响，气象署就讲，高雄屏东的山区要注意大水雨，中昼也发出国家级警告，提醒这高雄的民众要注意强风大雨。二人呢，对透早到暗头为止，这雨量上介济所在，就是伫咧高雄的六区，超过250毫米。一人形成的风雨也真大，有民众看到这风上过头啊，车路顶头物件风吹吹去。另外呢，这台东往南势的船帮，因为天气影响，入去到开关港进前呢，规只船是海甲真厉害。用交通笋围起来，这个坑差不多有3米长、2米宽，而且就伫咧大楼边啊，住户是拢惊一条。当然吓一跳啊！爱烦恼的，怎么不会？生命财产都在这里，怎么不会烦恼？高雄凤山区福安二街，那像因为连续几日刚落雨，加上前几日有施工单位误讲，车到早起7点外，点啊加路破一坑乌啷啷。他们因为有处理污水的情况，那这2天都有来做施工，有可能有打洞或是打地基，我们不知道。市府研判是地下垃圾水的管线破去，地势路基流失才会放弃，会先灌浆，再搁砍铁棒。受到驻留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，高雄雨是落几天。气象署中昼的时阵发出单雷公大水雨国家级的警报，六区从早到透早到下晡5点，累积的雨量超过250毫米，是全国上济。而且前一天六区的山区都咧落雨啊，阁有18个人去遐撩起抗石壁，买手去互警方扣坑离开。本辖梅雅谷地区发现民众在该处溯溪攀岩，经灾变中心及警方在该处合计劝离18人。屏东沿海未输咧做风台，乡村有民众翕到车路有物件去互风扇甲四界飞，海沙部插旗啊写禁止入去。屏东东流线民营船这2天敢若车到早起有一帮船往回，未少游客甲居民拢早早就去搭船。本身就住在岛上，台湾也没有其他的住宿的地方。因为毕竟什么都定了，然后也没办法退，然后感觉至少能过去，先以能过去为主。台东往回南势的船帮嘛，因为天气受到影响，伫赛去甲南势开关港进前，规只船都害甲真厉害。山有没有都被那个烟雾覆盖住了？那陆地上都积水，然后下很大的雨，已经不容易了，再加上大雨，然后这样，哇，进船就更不容易哇，险象环生啦。台南嘛，伫咧底沿市强港湖景市的范围内，车到早起黄金海岸的风影明显真强，尾仔嘛拄着学生下课。镜头国小边的中义路出现积水，水有甲大人脚目的悬度，有的骑车的家长规气都来顾牵的，汽车的速度嘛放慢，互交通大塞车。落大雨，互上下班、上下课变甲真无利便，要等好天，恐惊搁要几日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